2分钟后直播即将开始。今天大家多等待一下，多忍耐一下，多练一下功啊，内功，百般的干扰，我们还是要把它克服。那个鸽子如果有干扰的话，戴耳就好了。鸽子如果干扰很严重，戴耳就好。因为我今天把台上的 monitor 开大声一点，台上的开大声一点。静轩没有戴吗？没有戴。哦，泽荣要脱口罩。泽荣，褪口罩。还有30秒。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会当伫礼拜日早起，咱聚集这个所在，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的主是看伫咱俄罗的主，看伫咱逐日来亲近伊。特别是礼拜日的早起，咱伫后暝咱礼拜进前，咱伫这所在备办咱的心，用祈祷来亲近伊。这是容易伫欢喜的代志。咱都爱俄罗伊。咱都要称颂伊的圣名。咱来看一个圣经节，伊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咱就要得到帮赞。所以咱就心就要大欢喜，咱用咱的诗歌来俄罗伊。所以咱要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开始咱敬拜进前，开始咱的祈祷进前，咱就开声来学咱的上帝，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恩典慈爱的上帝，伊是真做咱快乐、真做咱帮助的上帝。所以咱用祈祷来开始咱今早起的敬拜，咱用俄罗来到伊的殿院来敬拜伊。所以咱这时阵，咱兄弟姊妹拢开声，咱来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献上俄罗，为着咱的上帝信实的上帝，咱开声来俄罗，咱开声来俄罗。海伦主，我感谢俄罗你的性命，你是看着我俄罗的主。恳上帝，你将你的听享受互我的时阵，我的心就因为安尼得到完全的讨放，得到完全的自由，得到完全的白白恩典。所以，我因为安尼要来感谢你。做阮清早自就这所在，单单就是要调见你的面，就是要独要来调见上帝你。恳上帝你灵应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我用诗歌来学了你，用阮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亲爱的主，我要学了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信实极其大，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永远袂变。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恩典，你无留一项无好的物件无互阮，你甲你所有的听。所有恩典拢赏赐互阮，互阮伫今年的开始的时阵，互阮有各位当来到圣殿来调见你，这是偌尔大的恩典。恳上帝你诚做阮的快乐，诚做阮的帮赞，特别伫今仔早起的敬拜中间，伫阮的祈祷会中间，阮要将这一切荣耀要归互你，也恳上帝你的灵帮助阮，互阮较无。来亲近你，互阮的心单单属于你，互阮
早起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上帝你的面前。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安尼懊恼，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我的心单单属伫主，较无伊，亲近伊，然后这首诗歌来显明咱对伊的疼。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听来起我，好我心多多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听来起我，好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好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好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哦，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好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较无你，愿你听来起我，好我心多多爱你，好我心多多爱你。陪伴好咱的心，多多爱咱的主。咱爱主偌济，主也爱咱偌济。不过有当时啊，咱常常互罪来捆绑，互咱要虽然嘴讲我要爱主，不过咱心却无完全来爱上帝。因为有一个底盘，有一个秘诀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爱打结，互上帝的恩典临到咱的时阵，咱嘛。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咱无法度完全来领受，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咱家己，咱知影也是毋知影罪，咱献上祈祷，恳上帝赦免咱一切的罪，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恳上帝原谅咱台湾百姓一切的罪，一切无公义的罪，一切拜偶像的罪，恳上帝赦免咱，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一定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所以咱这时阵开喙，为着咱家己知影还是毋知影的罪，咱献上祈祷，恳上帝来赦免，恳上帝来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开声来祈祷。哦，主啊，为着阮所犯的罪来献上祈祷。哦，恳上帝，你将你赐落互阮，将你白白恩典赐落互阮，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伫这个困难中间。
伫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中间，有阮安那靠着信心来勇敢地来赢过一切困难的挑战。主啊，你坚固阮的心，坚固互阮会当赢过挑战，赢过困难的心，互阮伫即款的世代中间，会当真做一个赢。主啊，用你的话来提醒阮，用你的话来警醒阮，就互阮讲法度，到上帝你的脚前。主啊，你是听阮的上帝，你确定要救赎阮，脱离即款的罪恶的捆绑。恳上帝你来帮助阮，对啊，是的主。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每一个人，知影也是毋知影做伫你的面前。上帝，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是听阮的上帝。当阮愿意将这的罪摆在主你的面前的时，主你要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特别今仔早起，礼拜日的早起，阮搁一遍你的恳求，恳上帝你赐到你清气的灵，互阮心中一切污秽，阮心中一切的骄吵，一切的无属于你的，你完全甲阮除去。阮早起用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朝见你。阮确信上帝早起要伫这礼拜中间，要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活命的话赐落互阮。阮嘛要开阮的心，用清气的心来领受这款的话，恳上帝帮助阮。阮特别为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阮有一个拜偶像的灵伫阮中间。阮有一个无公义的灵，阮一个怨愤伫阮中间。恳上帝你来赦免阮台湾这个土地的正百姓，也互正教会知影要安怎伫这个世代做光做盐，会当传和平的福音，传救赎的福音，传这个大的恩典伫这个世代，互一个台湾百姓因为安尼来敬拜上帝，来改变阮台湾这个所在。主啊，恳上帝你来恩待阮台湾这个土地，怜悯阮台湾这个土地。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头前咱为着咱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咱世界局势来祈祷。特别这个新的年度刚开始，2023年有一个挑战伫咱头前，咱毋知，所以咱恳求上帝会当掌管伫咱的国家，掌管伫咱的社会，互台湾的正教会会当真做传福音。传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兴起一个基督徒愿意来为着上帝国的福音来前进。每一个教会拢来真做迄个所在、迄个地区的一个光的电塔。所以咱开声为着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咱世界局势，甲咱台湾的正教会会当伫即款的世代中间，真做光、真做盐，当来引带一个失丧的灵魂到上帝面前，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你来怜悯，恳上帝你来引带，特别按这个新的年的开始的时候，阮知影有一个阮唔知影的挑战伫阮头前，无着阮国家的方向，是阮社会安定，是对全球世界所面对的这些挑战，疫情的挑战，战争的挑战，妖魔的挑战，恳上帝你会当伫这所来掌管，将你的听赐落互阮。互阮会当伫即款世代中间，会当真做光、真做盐。特别唤起台湾的正教会，拢知影伫即个世代中间要扮演的角色是啥物货。互阮每一个教会拢真做一个会当传福音，会当互人进入教会心灵着透放，得到完全的医治的一间教会。恳上帝你兴起我这的传教者，愿意来伫教会内底来造就信徒，也唤起我这信徒。愿意伫即款世代中间为主来做见证，恳上帝你帮助阮，知影要安怎伫即个世代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恳上帝感恩基地，安尼祈祷拢是靠着这个圣名来求，阿免。第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有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互咱心内有确实的平安，常常有喜乐。保持着迄个信心甲愿望，特别伫新的年度，互咱有即款的信心向前来跑走。特别咱为着咱甲咱厝内的关系，厝内人的关系有寡和睦，互咱厝内人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是讲咱的爸母、咱的囝儿，每一人心灵拢得到勇行，互上帝保守伫咱的家庭内底。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的职场，
为着咱伫学校内底咱的人际关系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的经济来祈祷。咱知影今年犹原有侪侪挑战，特别是经济顶面有侪侪困难咱知影咱兄弟姊妹有可能嘛拄着财务顶面、经济顶面的困难，可能上帝会当互咱会当经过即款的困难，无得到侪侪的捆绑，无得到侪侪的无教育，互咱有教育甲有存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咱有啥物疾病，咱为着咱的疾病来祈祷互咱厝内人也有缘享受即款的健康。所以咱为着咱家己，也是咱知影兄弟教会兄弟姊妹有即款的欠缺的，咱为着来祈祷，为着因的心，为着因的人际关系，为着因的学业，也是讲因的工课，为着因的经济为着咱的健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无论遇到什么款的环境，拢知影要来倚靠你。我相信倚靠你，你就要使我极大的平安，极大的不满，极大的信心，互我的喜乐来面对头前的挑战。我知影今年有缘这无共款的困难摆在阮头前，总是我相信只要倚靠上帝，要赢过这一切。无论阮的伫工课顶面，伫阮学习顶面，甲阮的人际关系，甲厝内人的关系，恳求上帝都会当掌管最王最主互阮赢过在这个关系中间有上帝你的听来守护互阮有甲人有好的关系时，阮的生命袂挂风险。主啊，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面对一个经济挑战时阵，阮无惊吓。阮相信上帝是供应阮的上帝，你是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互阮的日常的生活无欠缺的上帝。恳上帝帮助阮，我无惊吓，愿意交托给上帝。恳上帝帮助阮，特别阮兄弟姊妹一人身体欠安的，恳上帝你纯粹你医治的手来医治阮，帮助阮，互阮所面对的身躯的即款痛痛得到上帝你的医治，互阮有健康的身体来继续荣耀上帝你，继续活络上帝你。主啊，恳上帝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阮逆境还是顺境的时阵，阮拢愿意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无受到侪侪的试探，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会当平安，会当来有信心来行过2023年。恳求你感恩弟弟，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第三段，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特别为咱教会的同工，咱的牧者团队。咱的夏牧师、教牧师为着詹牧师来献上祈祷，为着咱所有中职同工献上祈祷，服侍团队献上祈祷，恳上帝会当互因有上定的智慧甲气力会当互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因的服侍，互咱教会得到兴旺，互咱兄弟姊妹得到造就。第三，为着咱教会上定的气氛来祈祷，互咱较无信心，较无来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较无来敬拜。第三，咱互咱兄弟姊妹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知影伫这个新的年度，咱立志，咱来努力来传福音，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也是咱做基督徒最大的使命。今日咱诚做基督徒，毋是为着咱家要享受上帝恩典尔。上帝互咱知影，互咱大生人捌，伊是为着要呼召咱诚做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咱就爱伫今年咱爱立志，无论咱伫啥物款的环境。咱拢愿意来分享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引带因来认捌上帝。所以咱开声为着咱教会的事工特别新的年度有一个无共款的事工，恳上帝来引带带领，或者属灵的领袖，或有属灵的智慧。兄弟姊妹，较无来亲近上帝，较无来敬拜上帝，互咱有传福音的热情。咱开声来祈祷。好，请主所有兄弟姊妹献祈祷，特别为着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相信上帝你呼召阮诚做基督徒，呼召阮诚做这个福音教会一份子一定有你特别的心意。所以上帝你将这款的心意放伫阮的心中，互阮知影要回应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这款呼召，互阮愿意来传福音，互阮愿意来亲近你，来做就阮家己。恳上帝你帮助阮，特别为着阮教会一个同工献上祈祷。我相信这同工因为愿意来服侍上帝，我相信上帝你也要赐予我一个上帝的智慧甲气力，互因的福
服侍是充满果效的，互因的服侍是会当办咱们兄弟姊妹，办咱这间教会，互上帝你名得荣耀的，感谢上帝你掌管，感谢上帝你教我伫咧，来祈祷，我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记念我，互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完全属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愿你听，愿你听，来望着我，互我心全然属你。咱为着今仔早起敬拜来祈祷，特别今仔日是大专纪念主日咱特别为着大专中心来祈祷大专中心是一个真重要一个中心。因要做的事工实在是非常要紧，特别是这个世代这个青年，因伫这个世代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实在是比咱以早搁较大。因若知影要啦，倚靠上帝；因若知影有这个上帝通倚靠的时阵，通认捌的时阵，过来的日子，因都知影要安怎来向前行。所以大专中心，因主要就是为着这个大专的这学生。为着因的生命，为着因所面对的这个世代的挑战，因来帮助因。所以咱特别为着这个大专中心来献上祈祷，互因做的事工会当有果效，所做的事工会当帮助这个大专生伫面对因学业毕业了后，因所面对的这挑战时，知影有这个上帝通倚靠。所以咱为着大专中心来祈祷，特别今日是因主日，所以咱为着这款大专中心的事工祈祷，咱也求上帝兴旺咱的心，使到我一较无的灵伫咱中间，互咱来敬拜主，伫今日敬拜的中间，会当调见上帝。咱也为着咱今日有一个服侍同工，帮助咱来专心来敬拜上帝。咱为着这同工来献上感谢，也为着服侍来献上祈祷。特别咱为着伫教育中心的主要这个老师、这个学生来献上祈祷。咱也有查经班伫第一场所以为着这个查经班的学生老师来祈祷。咱为着今日要分享讲道的大专中心的主任郭牧师高伯恩牧师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使用伊，特别伫早起的敬拜中间，伫早起的分享中间，伊所讲出来的活命的真理的话，会当真侪咱的快乐，真侪咱的帮助。互咱搁一边回应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迄个命定迄个呼召，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敬拜，咱献上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欢迎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欢迎圣神临在伫阮中间。主啊，看上帝设立宝座伫阮中间，阮早起伫这个所在敬拜，会当交做一个平安的祭献到上帝的面前。也伫早起敬拜中间，会当大家上帝相拄。早起敬拜中间，会当搁一边领受上帝你活命的真理的话语。看上帝你从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一切无像伫你的看上帝你来赶出，互阮心中完全单上帝你，单听你，看上帝你甲阮伫地，特别帮助我所在地做什么反感的事情，是充满了上帝你的配搭甲恩典，有上帝你的活命的真理伫中间，按照
把所有兄弟姊妹搁一遍，伫早起所听是来回应上帝你，不管是中间的好调，还有是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上帝你，这时阵你的圣神临在伫阮中间，恳求你设立你的宝座伫阮中间，互阮早起伫这所在敬拜、学乐的时阵，会当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哦，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全一心来仰望你，互早起敬拜在这一个上帝你得到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的上帝。一礼拜，恳求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袂到阮中间来保守因的骹步，互因会当平安来到这所在，也互因的心也平安好势。互上帝你今日的救恩，你的听，临在阮所有今日要参与伫礼拜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第一场、第二场，是遮水学的学生，恳求上帝你甲阮支持。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要对佢的性命来求。阿门。咱有准备好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无？有无？请咱起立，咱来敬拜咱的上帝。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也信你是主，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也信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也信你是主，大声宣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信甲希望，耶稣是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是咱的主。是主，耶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恳求信心甲希望，恳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天光的运动，你是无边的主，你是有着万民主宰，是有你圣洁公义，你在龙河，你
坚强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民主宰，只有你神的国旗，你在龙河的归路，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永我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大声讲好山啊！好山啊，归你代表的好诶，好山啊，归你万恶的恶，天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好山啊，归你代表的好诶，好山啊，归你万恶的恶，天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那个准备讲好山啊，好山啊，归你代表的好诶，好山啊，归你万恶的恶，天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天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我宣告讲，天光归你，只管上帝。天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归咱的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咱通倚靠上帝，咱同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咱吟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平安，心心欢喜到主面前，仰头仰望心更明，有求救主挂山，要以黑暗无他话，愿望快乐。头来的灿烂革命的愿心，修造万民有这恶路，当心为你主保守。天在这里撒高饮食，天天地大欢喜，万山青罗残阳草灰。细水人人泪人水，脚家西瓜天下最壮，上主天堂烟波霜。主你下面求你出红，甘受尊重眼睛胸，我挑性命一路万他。大海光华最长老，上主天北启动兄弟，树海一家亲无比，人三条好无客气，享受一路永无离。日月之星普及人类，为我路出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受教三条的宝贝，称赞不断，天天向前，一路奋斗为天下。一路
大声响亮不停，传来日开刷人生。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这个美丽的地球，创造各项的美好，伫阮人类的中间，互阮享受你既宝贝、既疼、恩典的祝福。阮更较欢喜是阮真侪你的囝儿，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伫遮阮要快乐、同心来敬拜。这个快乐是因为对主来。这个敬拜是因为阮对主的渴慕、甲仰望。感谢你，互阮今仔日迎接新年的第2主日，也阮今仔日也是大专中心的主日，互阮通过大专的时间来做为关心新的一代青年人的信仰。也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过你的话，大家得到学习甲启示。愿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互阮经历到你的同在，你是伫阮的生命中直接的帮助，也互阮用诗歌、用祈祷、用你的话三甲勉励，也伫你面前同心阿乐敬拜。愿荣耀一切拢归伫你。我要学习主耶稣教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一日子，就去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29篇，诗篇119篇。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全能上主，你是创造万物，也是创造生命的主。你奇妙大权能显明伫阮的中间，因为你是疼，伫阮逐人的生命中，有无同款的计划，赏赐阮无同款的恩典，主，阮要大大学了你。主，求你光照阮，帮助阮，互阮搁较深深的悔改，通甲主你有搁较深的结连，互阮认真来读你的话，
会当来得到智慧的心，搁较温困来祈祷，诚做有灵敏、搁有疼心的人，用心来敬拜，通坚固阮的信心，无摇动。因为你对你所领受的疼是遮尔济，互阮诚做富足的人，所以阮要将遮个疼分享出去。求主你带领阮的教会，诚做疼的教会，也是光照黑暗的教会。主今仔日是大专中心事工主日，感谢你带领高牧师伫阮的中间，来教示你的道，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赐福高牧师伫大专的服侍，互伊有智慧、有温高。阮嘛要为着大专事工来献上阮的祈祷。主你你知影大专青年的需要，求主你备办教育的金钱，嘛兴起搁较侪牧者、传道人、辅导同工来牧养陪伴遮个少年人。伫遮个少年人的心中，使了对信仰刻薄的种子，通帮助因找到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热情，诚做这个世代的光甲盐，来改变这个世界，诚做世代的祝福。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逐所在。阮所知、阮所毋知的战争、粮食的欠缺、疫情的问题、经济的需要，主啊，这逐项的欠缺，阮来献上祈祷。伫遮个苦难中，求主你赐落和平、公义、平安甲丰盛，伫遮个中间。主伫阮的身躯边也有真济身体病痛。现出时心智较软正软弱的兄弟姊妹，主阮真毋甘，阮要为着因来祈祷。因所拄着的艰难困苦，毋是阮会当想象的。只有求主你的帮助，互因有气力来面对遮个挑战。主求你时时刻刻揽调因，甲因同在。赐了医治，赐了愿望，通互因会当抓着主你的应允，一步一步向前来行。主感谢你听阮的恳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恭守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19节的。扫罗继续恐吓要杀害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予大马士革逐个会堂，准伊搜查。若有找到信奉即个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通甲因绑起来，掠去押去耶路撒冷。伊就去，特别到大马士革的时，忽然有光对天来，四面甲伊照，伊就跋落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地迫害我？”伊问讲：“主啊，你是啥物人？”迄个声音讲：“我就是你伫迫害的耶稣。起来，入去城内，你着做的事，有人会甲你讲。”当行的人就徛伫，硬硬袂讲话，因有听到声，毋过无看到人。扫罗对涂骹爬起来，目睭天开，
煞啥物拢看袂到，因就牵伊的手，带伊入去大马士革。伊3日久无看去，嘛无食无啉。伫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做阿那尼亚。伫异象中，主甲伊叫阿那尼亚，伊应讲：主啊，我伫遮。主讲：起来，去迄条直街，伫犹大的厝，找一个大数人，叫做扫罗。伊拄伫祈祷。伊伫异象中有看见一个人叫做阿那尼亚入来，甲伊按手，互伊会当搁看去。阿那尼亚应讲：主啊，我有听去真侪人讲起即个人伫耶路撒冷对你的信徒做真侪恶毒的代志。伊有祭司长的授权，通掠所有求叫你的名的人。现在来伫遮，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竞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我嘛要互伊知，为着我的名，伊一定着受真侪艰苦、真侪苦难。阿那尼亚就去，入去迄间厝，甲扫罗按手，讲：扫罗兄弟，你来的路中，对你显现的主耶稣，找我来，要互你会当搁看去，搁受圣神充满。随时有亲像稀烂的物件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伊就搁会看去。伊起来领受洗礼，食饱了后，体力就复原。感谢主赏赐咱伊的话。汉时圣歌今仔日女诗班要来带咱做伙学罗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主，我要感谢你》。汉时了后，请高碧文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咱拢来互上主光照。所在的梦。
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佮来到咱富强教会，通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做伙敬拜上主。今仔是大专主日，感谢代表大专中心，先大心来甲咱兄弟姊妹感谢，感谢咱正兄弟姊妹过去到现在对大专中心的支持。富强教会除了对阮足关心以外，嘛借阮场地。互阮一个特别欢喜的华语团体，会使用咱的教会来聚会。伫即学期，阮有新的学生来加入，团契运作嘛愈来愈顺利。我想这一切有上帝的引带，嘛有富强教会的好意，更加有咱兄弟姊妹侪的代祷，抑阁有关心，即款水的代志，才通来成就。小等下，伫我讲道煞了后，咱会有一位学生伊是华语的学生伊第一届来报告，伊非常的紧张。伊会伫我讲道煞了后，会来去报告。伊即学期参与伫大专团契中间的体会，抑阁有学习。咱伫讲道的大师，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伫你神的主日内底，搁一届引带阮的骹步，通互阮有即个福气来到你的殿宇内底。参与伫敬拜你的即个行列中间，主，阮感谢你，互阮通来承接即款的恩典。阮将下面时间交代伫你的手中，愿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互阮搁一届，互你的话来充满，对你的话内底看到亮光，来帮助阮的性命，搁较来活滚你。但愿咱的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们。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9章，第1节到第19节吼。这段经文，我想咱大家拢非常的熟悉。这就是你讲使徒保罗，伊还未成做使徒以前，伊是一个伊叫做扫罗，伊还未改名。这个扫罗呢，伊拄着耶稣，拄着国外主的这个经历。我毋知影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兄弟姊妹，你会想到啥物？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毋知影恁会想到啥物？当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就搁一摆回想起来，我生命内底迄个第一摆去互主摸着的迄个经验。我想，检采就是伫我国中的时阵，有一遍。伫咧祈祷的中间，我发觉即个上帝是各真各外上帝。虽望伊无直接来去回应我的需要，总是我的心就伫迄个祈祷的中间安稳落来。总是我就重新摕着一寡自信，通过来面对我看起来非常坏的迄个生命。我看保罗的经历，就是互我想到我即款的经历。总是我搁进一步咧思考，咱信仰的历程，咱咧跑走信仰的道路是遐尼的久长。有的人信主，出生就信主，到伊去互上帝调去上帝遐，差不多是7、8、10冬。咱信主遮尔久，咱迄个去互主摸着的迄款的感受，是毋是嘛有可能会过去？是毋是嘛有可能会伫迄个感动佮消落了后，来人生倒退？我家己就是安尼。我高中了后，我就真认真无论是教会服侍，还是我家己的读经，拢真认真咧去处理、咧去参与。总是到一个时段，到迄个感觉无去了后，我就甲主佮放弃一边。我咧思考，咱伫生命中，甲主经历即款重要，也是真实的即个关系，是遐尔的珍贵。咱到底要安怎来保存？今仔日，咱看，咱搁一届来看保罗伊拄着主的即个经历，咱要用一款较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
咱要来看这个亮光，这个亮光中的声音，对保罗所咧讲的，互伊看的，到底是虾米款的意义？看这个亮光，对咱咧追找真理的人，所要提出的迄个提示是虾米？咱搁一摆做伙来听，听这个亮光，对咱咧追找真理的人所发出的这个呼吁是虾米？毋瞒咱搁一摆来互伊光照，恢复咱伫信仰生命内底的迄个活气。照着使徒行传的记载，咱知伫耶稣上天，搁我上天了后，这个耶稣的运动无安尼就停落来，无安尼就停来吼。特别伫五旬节以后，圣神降临伫这个耶稣做的门徒顶悬，耶稣的运动就搁一届来复兴起来。伫迄个耶路撒冷城内底，一时啊尔，哇，就几啊千个人搁来信主。上时，这个反抗这个运动的势力，也就是伫耶稣在世的时阵，就反对伊的遮个属地这个犹太的祭司党，属地法利赛派的遮个宗教领袖，因嘛咧进行。其中有一位上界歹的、上界雄的人，就是咱今仔日经文中间所读的这位主角，伊的名叫做扫罗。为什么咱讲扫罗伊伫即个反对耶稣运动的行列内底是上界雄的呢？咱来看经文，咱就会知。当耶路撒冷城的即个大迫害开始了后，门徒就四散。扫罗伊无安尼就要来放过遮的门徒，伊去找大祭司，伊甲大祭司讲：你予我一封公函，我有足大的热心，想要来甲遮的人掠起来。保罗的意思真简单啊，伊就是要甲遮信耶稣、跟对耶稣道路的人，拢总甲伊消灭，也是通改变伊的思想。若是要对耶路撒冷去到大马士革，其实要经过1礼拜的这个路程。保罗伊愿意付出1礼拜的时间，为着要去遐掠人，而且伊掠的方式嘛非常的凶。伊讲，只要有看到军队这个主的道路的人，无论男甲女，伊拢要甲伊掠开，押去耶路撒冷遐去。总是这个代志就无照保罗的计划安尼来进行。咱在这个路程的中间，伊特别行到大马士革城的时阵，有一个经历来改变伊的性命。经文甲咱讲，有一道亮光对四面甲伊照，伊就甲落伫涂骹，跋倒伫涂骹，阁有声音伫遐甲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要迫害我？扫罗就应讲：主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音就甲伊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兄弟姊妹，这个对扫罗来讲，无伫个计划内底的这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对伊非常有影响力。其实对咱嘛非常有影响力。咱会使来想象，若无即道亮光，迄时阵的基督徒检测就已经互掠了了。若无即道亮光，咱今仔日无法度想象基督的福音会照着什么款的方式，伫当时的欧洲，而且外邦人的中间来发挥影响力。咱也无法度读到保罗侪的批信。咱会使讲，这个伫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个亮光，就是改变保罗迄个重要的事件。咱拢知，一个人要改变是真无简单。咱有时有去即个洗册房吼，咱会使伫迄个册房遐看一下，有足侪个册，拢咧教咱要安怎改变生命、改变家己。最近我有较注意的就是有侪个册，你教咱要安怎
改变习惯，因为我家己有脑侪无好诶习惯，想要来调整。有一寡册讲，一个人诶习惯若要改变诶话，差不多都爱坚持21日啦，爱坚持21日。当迄个模式拢习惯了，伊就会改变。有诶册讲21日还无够，你爱锻炼180日，180日了后，你就会改变，才有法度戒毒，也是建立一个新诶习惯。但是咱伫经文内底看保罗。伊独照着即道亮光，即道甲耶稣三拄的经验，伊的生命就完全来改变。我咧想，保罗实在是真特别。伫所有使徒中间，只有伊安尼来被呼召，伊也承接特别的任务，而且即道光照保罗的亮光，今仔日持续照着保罗的见证来被传讲，来被讨论。也继续咧延续，照着安尼，即条亮光就继续互人会使对伊的内底来看到啥物，来听到啥物，来甲主来连接。但是，咱要做伙来看，即条亮光，伫咱你超找真理的路上顶悬，互咱啥物款的挑战，甲是咱爱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信仰的道路。保罗伊伫个大马士革拄着即个亮光的过程，咱会使抓到第一个点，就是咱若对保罗的生命角度来甲伊切入去。即个亮光对伊的提醒就是讲，咱咧找找真理的过程中，爱合适的，就是不断。来去拍破咱全段的这个眼光，咱爱不断学习来去拍破咱全段的迄个眼光。这个光，互扫罗称做保罗。扫罗甲保罗是同一个人，因相款对主拢大发热心，但是因看代志的角度非常的无共。扫罗。伊掠伊家己，伊检测感觉伊家己已经掌握全部的真理，这是因为伊的背景的关系。伊是犹太人，伊是出自这个加马列门下的这个法利赛人，伊受非常严格的这个正统的犹太教的训练，所以伊就对这半路出家耶稣的军队者是极其的厌恶啊，厌恶到。伊真正想要亲手，甲遮个耶稣的运动甲伊结束掉，总是即款的态度，一直到大马士革的迄个光照就完全来反转。保罗伊讲，伊伫趴落伫涂骹的时阵，伊伫遐讲：主啊，你是甚物人？即句主啊，你是甚物人？就互伊已经确认，互伊家己。含了这款神秘经历的迄位，就是主。这个声音回答伊，甲伊讲：我就是你压迫的耶稣。我想保罗听到这个回应的时阵，伊心内一定是非常的愕影，而且伊的先师加马列嘛安尼讲过。伊加马列先师伊评论耶稣的运动的时，伊讲。这若是出自上帝，就无人会使甲伊阻挡；若是有人甲伊阻挡，就是阻挡上帝。扫罗伊即马对这个声音伊知，哇！原来阻挡上帝毋是别人，阻挡上帝嘛毋是军队耶稣或者信徒，是伊家己。为虾米呢？因为伊全段的眼光无法度来去拍破，无法度来去更新。伊就含落伫伊家己的迄个角度内底，直直无法度出来。兄弟姊妹，我咧想，咱的信仰对找理念到一个阶段的时阵，咱有时嘛会小可自满。我咧回想我的信仰过程，我有一个时期有哪是安尼呢？即摆想起实在感觉非常的见笑。迄个时阵。
其实我迄时阵当大学啦吼，因为大学的团契吼，大专团契吼，拢真认真咧查经，真认真咧探讨讲，即个圣经要安怎解说。所以当我咧听牧师讲道的时阵，我家己有哪咧写讲道片。我迄时阵自满到一个地步，到安怎呢？我可以伫牧师讲道煞了去甲伊讲，牧师我感觉安尼讲会较好。现在收开遮见效，是因为当我回头去看的时阵，我发现，我的生命的委身的程度，完全无法度甲我母会牧师通过相比啊！牧师真认真伫遐咧做工，真认真伫遐咧服侍，非常的委身。那我只是来听讲道、批评，佮家指导一下，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就走啊！我想即款自满的态度，真做咱保存咱对上主的迄个感动，伊迄个真实的经历，会上介大的一款的覆盖。当咱拢感觉咱家己有法度来掌握咱的信用的时阵，咱检测嘛真有可能会甲咱明白的信用的认知来当作武器，来去修理咱身躯边的人。安尼咱的信用性命，安尼咱的信用生活，是要安怎样，阁会有色彩？咱袂阁有啥物款的色彩，因为咱看伫身躯边的人，拢会非常的受气。当然，咱伫信用生命咧成长的过程中，会累积侪侪的信用的知识，会累积侪侪即个服侍的技术，总是咱爱记住。当这个亮光照落来时阵，咱爱被提起，咱无法度掠掉全部的真理，咱只有法度对着真理的脚印来行。有一首歌，我想咱大家拢捌听过，叫做《山顶的脚印》。山顶的脚印，就是咧讲，咱只有法度跟对上主，咱只有法度看到上主行过伫山顶的迄个脚印，咱无法度找到迄个真理，咱只有法度对着迄个脚印咧行。嘛，亲像保罗伫个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咧讲的，伊讲现在咱咧看遮咱无法度了解的真理，咱咧探讨上帝的道理的时阵，咱敢亲像咧照镜。当时的镜是即个东镜吼，雾无明。东镜咧照的时阵就雾无明。保罗讲，咱咧照的时阵雾无明，总是有一日，咱要清楚，就是咱甲上主当头对面的时阵，咱就会完全来明白。所以保罗去互亮光照到的这个经历，其实上时嘛，你提起咱的生命，若要继续有法度来去保持信仰的活力，咱就爱拍破咱全段的眼光，来去互上主引带。第二项，咱看这段经文内底，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主角，就是阿拿尼亚。阿拿尼亚伫使徒行传来讲，甲保罗即个宣教的英雄即款的设定相比起来，伊加加就是一个伫边仔举旗的人吼。咱华语讲跑龙套的角色，伊就是一个真普通的信徒，伊非常的普通，总是上介重要的事，伊拄啊好就是保罗原底要掠迄款人。当即道亮光伫城外照伫个保罗的身上的时阵，上时嘛朝头照伫个阿拿尼亚的身上，检测替伊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无简单的信心的考验。经文甲咱讲，伊伫基督中间来去领受，伊爱主动去见一位伫外口名声非常的歹，世界你掠基督徒的这个人，
迄个见面的中间，伊除了领受的感动以外，无啥物合约，无啥物保证书会通保证伊的安全。我想阿拿尼亚伊的无简单的所在，就是啥？信心对伊来讲，不只是头脑顶悬的代志，信心对伊来讲是真正的交托。信心是啥物？就是咱对迄个还未肯定、还未发生的代志，伫上帝面前来肯定。阿拿尼亚检测毋是安尼吗？还未发生的代志，伊就敢来对即个事件伫上帝的掌管内底来肯定。所以伊就真正去，甲保罗祈祷，互伊领受信心，互伊阁会使看到，而且甲伊做伙食饭。兄弟姊妹，透过阿拿尼亚，我想咱会使真清楚，咱接受到即道光所带来的挑战是甚物？咱接受即道光所带来的挑战，就是爱咱对上主的旨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更较重要的是，爱用信心来军队，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甲拍破专断的眼光，就是一体两面的代志。伫保罗、伫阿拿尼亚的身上，咱会当看到即款的性质。但是，独透过阿拿尼亚的行动，咱更加被提醒。伫信仰跑走的道路顶悬，若无信心来军队，咱真困难会使保持开放啦。若无信心的家庭，咱也真困难会拍破咱过去的眼光，来对咱所理解的信仰，敢来有无相款的理解。过来，咱要三甲来看，即道亮光伫咧照的相时，对咱所发出的即个呼吁。即道亮光所发出的呼吁，就展现伫保罗伫亮光照了后所处的即个状态内底。咱看保罗伫经文内底，伊去互亮光照着了后，伊的目睭随时就无看见。伊的目睭随时就无看见，其实是咧显示伊生命真正的状态。因为伊确实被伊家己专断的眼光来阻挡，所以伊目睭虽然无青面，总是伊看无迄个耶稣基督，才真正是弥赛亚。总是当耶稣的亮光来照的时阵，伊的状态就复原，伊生命的状态就复原。原来伊是生命。一个人的即个感官吼，若去互关掉一个的时阵，伊其他的感官就会更加灵敏。当人无法度看的时阵，伊只有法度用听的。保罗也是安尼，我想伊即3天，伊的听觉一定是非常的来。咱检测有法度有一个想象力。保罗伊到即个时阵，伊甲真正通来听上帝的声音。兄弟姊妹，这互咱什么款的提醒呢？当上帝的亮光照来咱身上的时阵，咱的状态是啥物？拢会真实的展现伫主的面前。总是咱人真奇妙，咱拢介意虚假，咱无介意咱家己去互看了伤清楚。伫上帝面前，相款嘛是安尼。咱家己面对咱家己的关系，相款嘛是安尼。所以，当咱互上帝亮光照的时阵，咱会无爽快。有可能咱有时阵是跋一倒，咱的生命经历一个大的挫折，咱会感觉咱去互上帝逼迫，咱去互上帝关一道路，总是咱咧注意，伫即个时刻，上主的话会对咱显明更加清楚，就亲像保罗共款，伊伫迄个中间就听到伊从来毋捌听过耶稣的声，耶稣伫遐叫伊的名，耶稣甲伊教示，耶稣甲伊讲，你爱做的代志，咱也是安尼，敢毋是？透过保罗的经验，
咱阁会使来想想，其实咱伫即个世间所做的代志，不只是伫即个世间尔，咱伫即个世间所做的代志，嘛甲上帝国的价值连做伙。所以，即个亮光咧照来的时阵，是咧甲咱提起，也是咧甲咱呼吁。咱要用真实的态度来去面对咱的生命，咱要用真实的态度来去面对咱甲上帝的关系，而且咱要来追求上帝国的价值观。我甲讲一遍，这两根中间的呼吁就是，咱要用真实的生命来去，真实的生命来去建立咱甲家己的关系，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而且咱爱三甲来追求上帝国的价值。这个亮光照来的时阵，咱检测是会无爽快，总是伊是要引带咱进入迄个真正和平的关系，真正平安的关系。因为咱看经文显示，咱就知，当保罗和阿拿尼亚祈祷，伊搁一间会使看见的时阵，伊即边是真正会看见，伊看甲清清楚楚，对伊的见证咱就知，因为伊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兄弟姊妹，我想伫咱信仰的生命长长的过程的中间，咱来不断来去互上主来光照。保罗伊伫即件代志顶悬，我感觉伊是真正是一个做好的导师。伫使徒行传中间，伊就讲过几啊遍，伊去互耶稣光照的即个经验。伫其他卷的册内底，伊有哪讲几啊遍。我咧想，咱若要互上主的亮光不断来光照，第一个要紧的，就是咱来去掉咱当初去互上主摸到迄个真实的感受。咱来亲像保罗，不断来讲，不断来回想，不断来解说，搁再解说，互即段咱去互上主摸到的经验，互咱搁一摆来发现，原来即款无简单的感受，对咱来讲是遐尼啊真实。搁来，咱爱不断用信仰的反省来真实的面对家己。信仰的反省包含伫咱的团契生活中间。咱的团契生活，咱会使照着无共款人的角度来去分享对生命的见解、对圣经的见解。这对咱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信仰反省的态度。信仰的反省会使帮助咱常常来互亮光光照着。有时阵有可能毋是伫查经，有时阵可能就是伫彼此的关怀内底。我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即学期我伫大专团契咧带学生的时阵，有一个学生伊其实非常的安静，伊拢伫团契聚会无啥爱讲话。阮团契要结束的时阵，拢会有一个互相代祷的时间。我就问伊讲：即个同学你有啥物需要代祷的事项来分享？咱做伙来代祷。伊就伫遐顿地吼，我想讲可能歹势，还是可能话同学是想无。我就甲伊讲：无要紧，你若想无无要紧。结果伊竟然甲我回应讲：我其实无介意分享我的代祷事项。伊安尼讲，我就好奇啊！我就甲伊问讲：为虾米咧？伊就甲我讲，伊的教会的经验。伊讲伫教会小组长每一个礼拜拢会甲伊关心讲你即礼拜有啥物代祷的事项。伊感觉即款的关心，互伊感受到，那亲像是迄个例行公事一样。伊讲即个小组长既然对代祷即件事件，互伊有即款的感受，安尼为虾米上主要听伊的代祷？哇！
我感觉这位学生伊咧想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信仰的问题，因为伊用真正确的态度嚟面对、嚟处理伊的信仰。我就甲伊讲，咱伫教会有操作的时阵，真正是有即款的限制。不过，若是你愿意的话，伫遮伫咱的团契中间，你会使分享你真实的感受。所以伊就顿定一下，就来讲伊的代祷的事项。兄弟姊妹，其实咱拢需要互上主光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需要真实来彼此对待。为当时，咱伫教会敢讲嘛是一个大的机器。咱伫即中间咧操作咧运作的时阵，检采会失去一寡物件。总是上主的光一照来的时阵，就甲咱提醒，咱必须爱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你对人的代祷关心是真的，安尼你甲发出这个关心，敢毋是安尼吗？过来，当这个上主的光照来的时阵，其实咱被邀请，去答应一条信心旅程、冒险的旅程。咱检采会去做咱理性判断顶悬袂去做的代志，那亲像是阿那尼亚共款，来去经历主真实的引带。最后，我用保罗的歹势吼，减一页无做着。最后，我用保罗所讲的话来做结束。保罗伊伫罗马书12章20，这是咱非常熟的经文。伊讲，咱着用心情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通明白什么是上帝良善、通欢喜、顺转的旨意。这个心智的换心，其实是毋是一遍的换心尔，是只有不断一遍搁一遍的换心，咱才有法度伫这个时代内底，伫咱所处的这个世界内底，通去体验、体会什么是上帝顺转的旨意。愿主来帮助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啊，阮将阮的性命交代伫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引带阮，当阮人生倒摕软弱的时阵，互阮无负价，互阮会使无惊吓，伫你的面前就来承认主啊，阮软弱，阮无够格，阮需要你的帮助，阮需要你的信心，甲阮同在，加添阮的感动。当阮伫教会内底也看到，阮感觉无遐尼好势的代志，阮心内无平安的时阵，求你甲阮同在，求你甲阮讲，阮有法度会使照着团契的规律来去改变即款的现况，会使照着你的引带来去改变即款的风气，求你来带领引带，伫阮人生的路站内底，一直接受你的旨意的引带，互阮有勇气。甲你来相行，用信心甲你做伙来冒险，通甲你做伙来体会你所创造善美好的旨意，也来实践阮伫即个世间所互你托付的一切的命令。愿安尼祈祷恳求，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接着，我来邀请咱的同工为咱放一段影片。刷了后，就请阮的同学来报告。一直以来，透过团契聚会及多元活动，帮助在台南求学的大专学生探索自己与信仰的连结。我认为大专的宣教有一个真重要的方向，就是关心对外地来读册学生。我是一个台北人，来到台南到成大读册，我真欢喜会当进入伫大专中心这个项目的团契。伫即个气氛的所在，会当有一个信仰团体，会当彼此的造就甲代祷。我想这互到外地读册的青年，真温暖的感觉。大专中心目前服务11个学校团契，200多个学生，并投入多位辅导陪伴学生，透过查考圣经、议题专讲、影片欣赏等等，使
学生在探究新知的同时，也学习与团契伙伴彼此相爱，一起在团契中成长。新的诫命提到说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就像是我在宿舍部的时候，有时候一些打扫的事情，为什么其他人他们不一起帮忙？但是我也会去想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让那些垃圾留在那边吗？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顺服。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想到说，或许有些人他们也做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他们可能也默默的去做。那其实这就是爱人如己，也是彼此成全、彼此学习。大专中心除了在团契聚会造就学生外，也鼓励学生投入事工，借由举办议题工作坊、寒暑期营会、圣诞礼拜、毕业礼拜、读书会、生活营等等，丰富自己的眼界，也见证耶稣的福音，并将其所学带入自身的家庭、学校及教会当中。年的寒假拄结束的道理日，伫即个短短的几工，我真正重新得到快乐，因为牧师透过着故事册，还有圣经，来引带我思考什么是疼甲和解。当时我甲家己讲，我想要对家己诚实，还有对阮厝人诚实。但是这毋是用做歹的态度去表达家己内心的想法，伊是透过着内心，佮有温柔的表达来讲出家己真实的感觉。感谢所有支持大专宣教的伙伴，长期的代祷与奉献。台南大专去年度已完成宿舍空间及礼拜堂的修缮工作，今年度也邀请各位会友继续支持大专的事工。用手机扫描奉献袋或是特刊上的 QR code， 特别希望以每月定期定额的小额信用卡奉献，为着一位大专学生4年培育长期来奉献，使大专青年得着生命的改变。再来请阮的学生来报告。大家平安，我是来自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护理生田雨欣。我是一个琉球人，会参加华语团契，是因为我的母会琉球教会的牧师妈一直叫我爱填写一个表单，这个表单要我写我来自叨一间教会，以及我读叨一间大学。其实一开始我无啥想要填，因为我想讲，可能我来到台人甲家己去找教会就好啊。总是伫牧师妈的强烈要求下，我也是填写了这个表单。到台南的时阵，其实我已经袂记得我填过这个物件。总是到某一天，我收到大专的辅导传来的邀请我来到福强教会来参加华语的团契，所以我后来就加入了这个团契。这半年来，阮有做伙读经、读绘本，佮有做伙看电影。阮会分享彼此家己的一寡想法，嘛会做伙做一寡交流。其中，互我印象上深的是，阮有针对忧郁这个情绪来做一个专题的讨论。一开始，阮敢若是谈论家己对忧郁这个情绪的看法。后来，逐个人拢开始分享家己上忧郁的一个时期，以及家己是安怎来行出来。上尾后，阮的辅导用2本绘本来甲阮讲，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忧郁的一面，敢若是家己较袂去发觉，家己处理即个忧郁情绪的当中，并且出现的时阵会，互阮心情足负面的啊，心情足无好的。伫即个聚会的中间，阮做伙学习要安怎发觉家己的负面情绪，以及要安怎去认识伊、了解伊、接纳伊。伫讨论的期间，我发现家己会当足自在，甲一寡家己过往足无好的经历去甲分享出来，
并且我嘛感觉逐个人拢会当接纳安尼的我，袂有人带伫一个审判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过去。这是我以前无经历过的，嘛是我感觉华语团契，互我感觉上难得的所在。伫华语团契，我感觉上欢喜的是会当分享家己的生活。我想，即个团契已经变做我伫台南的一个避风港。会当互我甲一寡无顺心的代志拢讲出来，彼此嘛会互相关心、互相带导。华语团契互阮即寡离开故乡读册的人，会当无离开主的怀抱。上尾我要感谢福光教会提供阮一个足舒适的环境来互阮聚会，嘛邀请大家继续关心大专的事工，为阮带导甲奉献，多谢。请咱做伙来吟会用的诗歌圣诗529首，咱愿请敬拜团做伙来带咱来吟这首的诗歌。我求主亮光明镜，大家主情欢喜和平，主你正通叫我无病，我要吟诗来感谢你，大着主对伊脚步，大家真正来行天路，论经过各项代志，常常帮助安慰夫妻。愿我求主吹遍我心，听你的情，我生命变无你用，不当我主个多温情，主你谦卑，看无家己，好心的苦，你说清气，无路都有，原来恶行，真多一体，大家相听，但求主做我无食，我经过亲戚朋友，兄弟姊妹真多一体，敢行天路无停，做人甲背。我心有白经但愿永隔归伫上帝，一切恶路，伊到万世。请咱同心阿头来着为着几项的事项，咱来祈祷。大先感谢主，互咱伫即个新的年头，会早起有即个水的时间通过各牧师将上帝的真理开帖伫咱的中间。咱为着安尼，较深来感谢，也求主来引带你甲厝内每一个你的囝儿侍世，逐个心身肉体拢得到保守，工作顺利。特别伫即个寒冷天气的中间，咱教会的长辈有一人心血管的毛病，身体软正软弱，咱为着因来祈祷。第三项，为着咱台湾的平安，互咱面对对岸常常伫咱的四周围威胁的时，主亲自来保守，
台湾有平安，上帝会听甲照顾临到伫咱台湾即个岛屿，甲徛起伫岛屿每一位台湾人。最后，咱做伙同心关心新的年度，你伫教会服侍，以及咱福建教会领受上帝旨意，打着我可以来落实，所以咱需要恳求主上帝来怜悯帮助咱。所以这个时阵，请咱额头伫主的面前，你记偌济，咱就为着这来做祈祷。感谢你，我们伫你面前恳求主，各位参加伫地，主啊，你的神，家己亲自温馨照顾。我们伫你面前，搁一摆将本心交伫主你的手，主你家己用你的真光来接阮，来扶持阮，来接阮心中所有黑暗。我主你是恩赐福。阮也为着教会家己姊妹，心情一个软弱的，以及这老大人天气寒冷中咱所拄着的困境，主你来带领台湾这个特殊，互阮通伫你面前，搁较大得到上帝你慈爱的恩赐甲保守。全能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时时刻刻通过无共款，阮所领受的，要互阮。伫你的内面，搁较谦卑，搁较顺服，搁较意爱，追求上帝你的话。主啊，你真理的话，正做阮每一人的瓦壳甲开力。愿你的真光来光照阮心内所有一切黑暗。愿你的真光也扫除伫教会所有的黑暗。愿你的真光正做阮脚前的光来引带阮。伫新的年，我靠你真光，行伫你道路的内面。主你来祝福福建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工作，特别这青少年信仰的栽培，也带领保守教会长辈。伫这段天气咧变化的时，上帝你家己亲自怜悯、照顾甲保守，天父上帝，阮真毋茫。伫新的年，真正我靠你来得胜。新的年是一个蒙福的年，新的年是阮回应起来要搁较认真追求你的年。新的年也要带来上帝你恩典满满祝福的年。愿儿乐感谢你，愿主你将你的公义、敬虔的心来守守护台湾所有的百姓，特别兴起这款信心。疼心的执政者来引带台湾，互台湾的百姓徛起伫这所在，拢有平安。主你家己亲自来施力，伫台湾甲外交这方面的突破。毋望台湾这个岛屿伫这个所在，真正行出最多的威胁甲黑暗，互台湾这个岛屿得着上帝你的保守有平安。愿你亲自来解除这个疫情，互阮百姓也无因为这个疫情，佮起落的时阵，心内大摇疑，无平安。主你家己亲自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伫这台湾岛屿的前面，愿感谢你，愿将这个交托伫你的手中，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咱请出现的同工，咱做伙来奉献。
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背即个月的金句，咱做伙来读。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拉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拉伊的名。篇100篇第4节，咱即是来看周报。下周的事项当中写伫个第2页，请咱家己斟酌来看。第4页的报告，第1项，今仔日真感谢大专中心的主任高碧恩牧师甲伊的学生来到伫阮的中间来做正道阿吉报告，咱用呼ca声来感谢伊。也请咱大家继续去大专的事工来祈祷、关心甲奉献。今仔日咱的夏牧师是到博爱教会来主持圣餐礼拜甲召开因的小会。第2点，咱后礼拜日1月15要召开咱教会的小会，请咱的小会员留意这个时间。第2项是伫下主日礼拜中，咱的信昌长老的查某囝。慈田姐妹伊返台来转来遮所以咱的教会接纳咱要为因的细囝来施行小儿洗礼详时嘛开放，互咱教会的细囝甲信用个别有遮需要的人，咱也来向咱的办公室来报名。第3点咱教会定伫2月初5要邀请陈坤新牧师来主持祈祷培灵会伊总共有3顿的时间准备题目是靠耶稣的宝血来祈祷，靠圣性的启示来祈祷，靠着上帝的话语来祈祷。详细的说明写伫个周报，咱较家己详细来看，也备办咱的心来参加。第4项财务部的报告咱的会计铺车要来做检查，请咱留意即个时间交互办公室。佫有咱的约定奉献的奉献地，请咱会当来继续来了解要安怎来使用。第5点，咱要收集2月19号的会员好会资料，请咱大家留意即个要缴交资料的时间。第6点，台南中会93届的春季议会伫拜四来举行完毕。咱教会中间有侪同工参与伫中会的事工内底，有咱的夏牧师是大众传达部的部员，谢牧师是传道部的部员，曾瑞平牧师是教育部的部员，佮咱的万竹长老是总会长老及财务部的部长，李伟执事是大专部的部员，还有刘启举院长是教社部的部员咱来为着这个同工，因有美好的服侍，甲伫中会事工的推动来祈祷。第7项今仔日有共款有大桥教会的建堂的手作义卖，请咱大家来留意甲关心。第8项，咱的教会陈正成弟兄甲伊的夫人曾永清姐第2个后生义姐伫去年12月18日伫香港来完成婚礼伊的太太是郑永行小姐因住伫咧香港请咱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祈祷。
第9项，咱教会开始来收集二手衣物，请咱留意这个时间，然后咱准备厝里的物件会当送来教会，伫1月22号进行。刷落来有咱教会的门徒培育事工，及查经班等等的消息，伫第5、第6、第7页团契的消息嘛，请咱家己来看。咱即时阵请牧师来补充。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伫下早起通过郭牧师带领咱下早起的敬拜，愿咱通过上帝话，咱的信仰搁坚固，也帮助咱新的年，互咱的家庭、甲咱的教会拢荣光上帝。我来介绍新的人客吼，伫咱中间有一位就是咱拄则分享的华裔的同学田同学，咱个。田玉新同学，咱欢迎第一遍来哈。第二是宋敏瑜，台南印大，坐在哪里？坐伫倒位？好，真嘿，欢迎咱大专这两位同学来到伫咱教会，也毋望因伫寒假中间嘛，会转去到母会时，搁较侪参与愿上帝来兴起咱台南中会大专中心。伫11个学院所做的工，会当互较侪的大专生伫校园生活的时阵，信仰悠然平平得到起造，也上帝兴起搁较侪的少年人，才会大专生伫咱中会，伫咱的教会。牧师敢若提醒一项，就是咱的文道训练的课程，伫咱周报真详细，鼓励你若毋捌读过，毋捌。伫即个课程的中间，经过较有系统的栽培，拢邀请咱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参加。无论你信主偌久，特别咱的老会友吼，有望会有缘会当来参加即个文道训练的课程。这内容拢真精彩，这内容对咱拢有真大的帮助。牧师呼吁咱也期待富强人每一位兄弟姊妹，你拢有。受过即套，就是第1期、第2期即个课程的栽培，所以鼓励咱来参加。咱也特别来关心，咱已经年底要活咱旧历年，有侪兄弟姊妹拢伫无闲遮个代志的时阵，有一寡老大人点菜，因的身体较袂适应，咱常常伫祈祷中间来关心大祷，特别咱注意看周报，这关怀大道的名单，这个兄弟姊妹真侪，所以咱会当为着因继续来关心，继续来大道。小等者咧，咱伫大厅有大教会因的建堂这仪备，你若有感动奉献，你若有需要，就当甲因买因手所做这个食物，望上帝通过即款的仪备嘛，唤起咱福强教会参与。有份伫因的建堂，至少上帝拢欢喜接纳，通过咱的奉献来祝福这间教会。多谢。咱做伙来吟上映的诗歌《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了，要请郭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主的银光遍照恁，互恁无惊吓，无下厝，徛伫因的面前，用真实的态度来甲伊交往，用行动、用思想、用恁的祈祷，三甲来祈求上帝国的降临。但愿天父上帝的疼痛，耶稣基督国我的快乐，信心加倍感动，甲恁三甲弟弟对这事得到因世大无尽。阿门。北斗必会。我要。